点哈。待会儿呢就是阿美族了，你开心了吗？阿美族呢，他们要呈现的是彩藤了。老人家呢把这个藤的床呢，哇，这个最断了，应该是这样，我就跌倒了。那怎么样呢去找到藤呢？然后让我们的老人家能够有安心的睡眠呢？马上来欢迎我们高雄市原住民阿美族文教发展协会带来的彩藤乐，加油！
Kakitaan akan kematian sama yang bermak. Dia tu kampian, sampai kasurka, cuma selesai. Abi kau sesuka wasai. Itu aku, hari-hari ini biuayat, segosai. Sampai bu.
dari kekasihan saya maaf kutir marah sang kisu sama kamu协会，我们的团长来一下，来，团长就是戴这个大胡子这位，好，来团长，哎，你的酒还在这里，还要喝吗？没有了，喝完。喝完了，里面是空的皮疹，不然就可以贿赂一下，再把它上一下。哎，这个大胡子我都认不出来是我的王志英团长哎，对不对？那么年轻，你在里面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啊？我就扮演那个马耀主角啊，我们马耀的朋友。哦，马耀的朋友。对，哦，我看到你一直在那边带着看扶他，因为他喝酒醉了，喝酒醉呢一定要有人扶他嘛。对。那现在呢又提倡说喝酒不开车哦，现在酒驾罚得很重，所以呢我们这次呢其实还有带有一点寓意啊，是希望是说呢劝朋友们呢在家里可以喝一点小酒，但是呢到了外面的时候呢，记得要斟酌自己的酒量，然后呢千万不要开车。哇，圆明会已经最爱你了，来这里宣传，就是不要这个喝酒的时候开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刚是彩藤乐哦，真的呢搬了很多的道具呢，对，这道具也可以加分啊，而且这个藤子真的在我们阿美族社会扮演很重要的哈，是，所以你们连床都是，你有没有睡过藤床？有感觉如何？冬暖夏凉，其实它的那个藤床呢，睡起来的时候呢，我相信老一辈的人家都坐过，都躺过啦。它其实还躺起来蛮舒服的，比较凉爽，夏天的时候很凉爽。所以呢，阿美族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发出那种怪怪的。所以阿美族人头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这样？所以因为睡在那个藤床上面，然后发出的声音，大家在比赛谁比较大声。哎天哪！好，开玩笑的，所以就表示呢，我们藤子呢，在我们阿美族社会里面，由我们刚刚呢这个整个聚集来表现出来呢藤的重要。